我係星期六嗰陣同 George Lucas 進行咗一場好有趣嘅討論。佢當時就喺匈牙利並同我分享咗好多關於新一代車迷點樣睇 F1 嘅觀點。佢嘅意見令我哋更加明白，我哋需要簡化一啲嘢，因為好多新車迷並唔了解賽事背後嘅技術原理。佢哋真正想睇嘅係比賽入面有大量精彩嘅爬頭。對於嗰啲十分關注技術細節嘅人，我哋當然會繼續提供充足嘅資訊。不過請相信我，對於絕大部分觀眾嚟講，佢哋都只係想知道賽道上面發生緊啲咩事，並唔會關心踩油門嘅幅度係幾多，剎車力度有幾大，又或者車手究竟係點樣完成一次爬頭嘅。以上呢一番自嗨嘅言論係 F1 主席兼 CEO Stefano Domenicali 喺上個禮拜三7月29號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講嘅。喺2016年或之前，大家會話 F1 係一個老餅先睇嘅有錢人遊戲，但經歷被 Liberty Media 收購，喺而家又俾人話 F1 車迷圈已經變晒質，睇 F1 唔再係睇比賽，而係睇車手顏值。就算啲爬頭有幾假都好，都會話精彩，甚至連 Formula E 同 Formula One 都可以撈亂。到底 F1 商業化係咪一件好事呢？之後藉住呢一條片，我哋將會同大家睇下 F1 商業管理嘅歷史，喺 Liberty Media 收購前後 F1 場內場外發生嘅巨大改變，以及2026年嘅 F1 係咪真係好似 Domenicali 咁講到咁好呢？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SDB TV， 一個用廣東話專門研究 F1 呢一項體育運動嘅 channel。如果覺得內容唔錯嘅話，就記得分享、讚好、訂閱、留言，同埋 follow 埋我哋 IG 同 Threads。咁就事不宜遲，馬上去片啦！喺1950年第一屆比賽去到1970年代初期 ，F1 並冇統一嘅商業管理嘅，各支車隊都係獨立運作，需要親自同每一條賽道嘅主辦方傾出場費，而每一場比賽嘅門票、廣告收入、電視轉播權呢啲呢，就會由獨立嘅賽事主辦方負責，所以會出現今場喺 BBC 播，下場去咗第二個台，再下一場會再翻嚟 BBC 嘅情況。而且當年都冇好似而家咁場場有直播睇嘅。直到1964年，有見賽事主辦方經常對細車隊降低獎金、調高參賽費，加上 F2CA 嘅成功，促使蓮花車隊老闆 Colin Chapman、伯拉咸車隊老闆 Jack Brabham、Cooper 車隊老闆 Charles Cooper 同埋 BRM British Racing Motors 車隊管理層4支英國私人車隊聯合組成 F1 製造商協會 Formula One Constructors Association， 簡稱 F1CA， 目標係以團體方式爭取合理嘅報酬同待遇。其後喺1971年，人稱 F1 掌舵人嘅 Bernie Ecclestone 以10萬英鎊購入伯拉咸車隊，藉此加入 F1CA， 並且喺一個關鍵嘅會議之中推舉自己作為 F1CA 嘅代表，統一同賽事主辦方 FIA 等進行談判。同時 Bernie 亦都喺1974年邀請麥拿倫車隊老闆 Teddy Mayer、March 車隊老闆 Max Mosley、Tyrrell 車隊老闆 Ken Tyrrell 同埋威廉士車隊老闆 Frank Williams 加入 F1CA。而且因為 F1CA 同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粗口有啲似，而將佢改為 FOCA FOCA Formula One Constructors Association。在1978年當選為 FOCA 嘅 CEO， 並指派有法律背景嘅 Max Mosley 擔任法律顧問，繼而喺1979年觸發 FISA 對 FOCA 大戰。由於 FIA 旗下嘅 FISA 當時負責管理 F1 嘅機構時任主席 Sean Murray Balestri認為 F1 係一項體育運動，所有法律包括電視轉播權在內嘅權力都必須歸一個至高無上嘅主權機構所有。而同 Bernie 認為 F1 係一場商業表演，車手同車隊冒住生命危險喺賽道入面表演嘅立場呢，產生咗敵對嘅形勢。戰爭爆發第一步係1977年，雷諾將 Turbo 引擎帶嚟 F1。FOCA 嘅成員因為冇能力研發出 Turbo 引擎，於是只能夠靠最原始嘅 Ford Cosworth DFV V8 自然吸氣引擎，配合獨有嘅 Ground Effect 技術，靠喺彎路有更強嘅表現嚟對抗法拉利、Alfa Romeo 呢啲大車隊嘅馬力優勢。而偏偏 FISA 卻係喺1981年宣布全面禁止所有車隊使用 Ground Effect 核心零件 Sliding Skirts。不過 FOCA 並冇因為呢一次俾佢打沉嘅，因為伯拉咸車隊嘅賽車設計師 Gordon Murray 成功揾到規則漏洞，研發出液壓 suspension。呢一個設計可以令賽車既可以喺過磅嗰陣保持合法車高，亦都可以喺賽道上面利用下壓力，可以喺冇 sliding skirts 嘅情況下，仍然能夠透過 suspension 系統將車身壓低，令車底更加貼地，增強下壓力嘅。然後去到1980年，鬥爭發展成由西班牙大獎賽主辦方反 FISA， 創造出一場獨立嘅 F1 比賽。
呢場比賽喺馬德里北部嘅 Circuit del Jarama。事緣 Balestre 喺賽前向前幾場比賽佢要參加車手發佈會嘅 FOCA 車手處以罰款，但係 FOCA 車隊堅決拒絕繳付嘅。而且比賽主辦方 RACE 西班牙皇家賽車會有見當時 F1 17隊車隊有12隊都係 FOCA 嘅成員，企喺商業角度諗咧，決定力撐 FOCA。不過其實佢哋都曾經提議過幫佢哋交罰款嘅，但係 Balestre 死要車隊親自認錯兼交錢，先促使 RACE 要反 FISA。喺當日嘅 Practice 1，FISA 因為車手唔願交罰款而下令吊銷合共15位車手嘅 Super License， 而 FOCA 都隨即反擊，撤走旗下12支車隊，令賽路上出現得返6架車嘅尷尬場面。呢件事甚至促使當時嘅西班牙國王介入，動用國民警衛隊、武裝警察，將 FISA 派出嘅 Race Director 同埋相關想阻止車手出賽嘅官員趕出賽道範圍，並將西班牙大獎賽改由 Race 主辦，委任 FOCA 工作人員負責安全車同埋賽道信號系統。於是令呢一場比賽最後就係得22位車手參加，並由威廉士嘅 Alan Jones 勝出。然而喺賽後 FISA 宣布比賽成績無效，並向冇交到罰款嘅車手追加3000瑞士法郎緩刑執行。事件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車隊幫車手交返罰款，而 FISA 都隨即將 Super License 交還告終。直到1981年，法拉利創辦人 Enzo Ferrari 唔想 F1 再長期陷入權力鬥爭之中，決定出面做和事佬，喺 Maranello 召集 FISA 同 FOCA 雙方代表進行談判，並喺同年1月9號達成初步協議，3月5號正式簽落歷史上第一份協和協議 Concord Agreement， 將 F1 政商分立。FISA 保留管理比賽、制定規則等嘅權利，而賽事、電視轉播等嘅商業管理權就暫時租借俾 Bernie Ecclestone 執掌嘅 FOCA 負責，為期4年嘅。而車隊亦都應承會參與所有嘅比賽。喺之前呢，因為資金問題，有啲車隊就係會參加歐洲嘅比賽啫。不過爭議喺1982年嘅聖馬力諾大獎賽再次爆發。事源喺當年嘅巴西站 FOCA 成員之一嘅威廉士同巴拉咸利用規則漏洞喺賽車上裝上聲稱用嚟 cool down brake 嘅剎車冷卻水箱，並透過裝滿水嘅水箱嚟滿足最低車重限制，而喺正賽起步之後放走晒啲水，以更輕嘅車重優勢超越對手嘅。繼而喺比賽完結過磅之前重新將水箱裝滿，促使巴拉咸車手畢奇同埋威廉士車手羅斯堡成功喺呢一場比賽之中拎到冠軍同亞軍。喺當時嘅規則有提到賽車過磅嘅時候要裝滿冷卻液，而呢一個冷卻水箱裏邊嘅水就因為佢哋聲稱係用嚟冷卻迫力，係冷卻液嘅一種，所以就符合規則。隨後俾法拉利等嘅車隊提出抗議，促使 FISA 取消佢哋嘅成績。咁當然FOCA 就覺得 FISA 玩針對啦，一氣之下又決定帶領12支車隊罷賽。不過今次 Tyrrell、ATS、Osella 呢啲當屆嘅中下游車隊喺贊助商嘅威逼之下，決定背叛 FOCA 照常參賽，但其實最後都淨係得返7支車隊14位車手參賽啫。而喺商業管理權租借期限屆滿嘅1986年，因為 FISA 受引擎規則爭拗困擾，令 FOCA 喺 FISA 口頭承諾下繼續執掌商業管理權。直到1987年 Bernie 喺承諾無論發生咗咩事都好，各支車隊都會收到固定嘅電視轉播權分成同埋比賽獎金嘅情況下，再簽下第2份協和協議，成功將電視轉播同賽事籌辦管理權由 FOCA 交由自己成立嘅 FOPA Formula One Promoters Association 負責，並將電視轉播權嘅收益重新劃分成車隊 45%， 之後改組合併成 FIA 嘅 FISA 7.5%， 以及 FOCA 47.5% 嘅。喺1992年，各大車隊喺 Bernie 嘅說服兼威逼下簽訂第3份協和協議，將電視轉播、賽事主辦嘅收益歸 FOPA 所有。日後電視轉播費將會分成3份 ，F1 車隊 47%、FIA 30% 同埋 FOPA 23% 嘅。而賽事主辦費收益將會全數歸佢哋所有。作為交換嘅代價係 FOPA 會負責按車隊年度排名每年發放固定獎金俾各支車隊。到咗1995年，前 FOCA 嘅法律顧問 Max Mosley 正式擔任 FIA 主席。並喺同年年尾秘密將 F1 未來14年嘅獨家商業權利同埋電視轉播權白紙黑字咁轉讓俾 FOPA。Bernie 只需要每年象徵式支付$1000萬俾 FIA， 同時 FOCA 都改名成 FOM Formula One Management， 然後再喺1997年簽下第4份協和協議。根據 RacePass 喺2005年爆料指出，呢份協議內容包括將電視轉播權收益改為 FOM 53%， 車隊 47%， 同時為咗回報法拉利當時冇加入反對陣營，車隊無論喺賽季入邊成績點樣都好，都可以喺商業總收入分俾其他人之前抽出 5% 作為回報。據消息指，直到今時今日呢一項條款依然存在嘅。1998年 FOM 為咗喺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亦都曾經改名做 FOA Formula One Administration。最後喺同年6月 ，FIA 俾歐盟協委會
以涉嫌濫用監管權力捍衛 FOM 嘅商業利益展開調查，受到罰款甚至禁賽制裁威脅。經過長年累月嘅談判，最後喺2001年 Mosley、Bernie、Almond 三方達成協議，決定將 F1 全面政商分離。以後 FIA 會轉型為非營利體育監管機構，只要負責制定賽事規則、比賽監管、廢除賽道合約入邊嘅限制賽道方只能舉辦 F1 一項比賽嘅條款，同埋將2010年至2110年長達100年嘅商業同電視轉播權以3.13億美金，每年大約300萬美金轉讓 FOM， 正式斷定今時今日嘅 F1 架構。然而，由 Bernie Ecclestone 掌權以嚟 ，F1 正式步入極權管治時代。由於佢有極強嘅控制欲，所以當時大至電視轉播權，小至 Paddock 入邊嘅垃圾都係佢管嘅。例如每一場比賽 VIP Pass、Media Pass 嘅顏色同設計都要經過佢親自審查同拍板。Paddock VIP 同媒體嘅名單要經過佢親自過目，而當有啲媒體寫咗一啲佢唔中意嘅報導，相關媒體嘅 Media Pass 就會被沒收，並且會被趕出 Paddock。如果某一支車隊喺賽事收益同分配上同佢作對，或者激嬲咗佢佢就會下令故意喺電視直播入邊 cut 走呢一隊。此外，如果贊助商直接贊助賽道而冇分到錢俾 Bernie， 佢就會喺星期4巡賽道嗰陣叫人用油漆油走佢。又或者贊助商合約到期遲遲唔肯續約，佢又會要求導演喺鏡頭上故意避開以上贊助商嘅相關廣告位。Bernie 甚至會檢查各車隊拍喺 Paddock 裏面嘅 motorhome 有冇同隔離車隊嗰個拍齊，如果拍歪咗，佢會隨即要求車隊拍到對齊為止。同時，佢亦都喺2012年年尾，因為覺得 motorhome 擺放位置對正車房，車手基本行2步入到翻去啦，完全避開咗同 VIP Media 互動，因此喺2013年將 motorhome 排列位置改為隨機抽籤制。之後社交媒體興起，但係 Bernie 佢係認為 F1 嘅任何畫面、聲音都係可以賣錢嘅 product， 因此極力反對車手、車隊喺賽車場範圍內影相或者拍片 upload 上網，因為佢覺得咁樣就等於將一件產品免費咁送咗出去。以至係連車迷都有相關限制嘅。當時嘅 F1 門票係清楚列明持票人喺賽道上拍攝嘅所有影像版權均屬於 FOM， 只係 YouTube 等相關平台出現 F1 字眼，或者喺影片內出現 F1 賽車引擎聲就會以侵犯版權隨即被下架嘅。當中喺2016年夏美頓因為喺記者會期間進行自拍，並將影片上傳到 Snapchat 而立即被 FOM 警告，強制要求佢將影片下架。而喺 F1 官方 YouTube Channel 方面，雖然係喺2015年成立，但係初期係只會上傳極短嘅規則介紹或者車手訪問，以及年代久遠嘅比賽回顧。直到2017年 Liberty Media 全面接管 F1 之後，先開始由今時今日嘅 F1 比賽精華出現。然而 Bernie 嘅反社交媒體策略好快就宣告失敗啦。佢喺2014年嘅時候曾經咁講過：我唔知道點解大家咁想迎合年輕一代，你點解會想將啲 product 賣俾佢哋？佢哋又冇錢，比起佢哋，我更加傾向吸引一個70歲嘅有錢佬，因為佢哋先買得起 Rolex。呢啲對贊助商嚟講先真正有用，去吸引嗰啲根本買唔起 Rolex， 只係識睇 Twitter 嘅年輕人。對贊助商嚟講一啲價值都冇。而且因為 FOM 向賽事主辦方索取嘅主辦費每年增加至少 5%， 令主辦方只能夠透過提高門票價格嚟維持收支平衡。當中2016年根據英國 Independent 資料顯示，3日 Grandstand 門票定價大概喺2300到3900蚊港幣左右，而票價最貴英國站最平嘅正賽日單日草地飛到1500蚊港幣，比起英超門票嘅350至700港幣高出3至4倍，令車迷越嚟越難接觸到 F1。而且之後由 V8 轉 V6 平治壟斷時代，進一步令車迷數字逐年下跌，加上難以吸引新車迷，令 F1 電視直播收視由2008年嘅6億人插水式下跌至2016年嘅3.9億人。同時，根據 GPDA 同 Motorsport.com 發起嘅2015年全球 F1 車迷調查顯示，當時嘅車迷平均年齡為37歲，90% 為男性，剩低10% 係女性。而調查入邊出現得最多嘅字眼就係貴、科技化同埋沉悶。有見 F1 逐漸由盛轉衰，車迷不斷流失，品牌逐漸老化，加上美國 Liberty Media 有意收購，於是 F1 就喺2016年嘅9月決定將 F1 嘅商業控制權賣俾 Liberty Media。喺2017年1月28號完成收購所有股份，並喺同一日將 Bernie Ecclestone 嘅 F1 CEO 職位改由 Chase Carey 接任。佢被封為榮譽主席，正式終結長達40年嘅 F1 掌舵人生涯。雖然佢貪錢又貪權但係事實上歷史冇佢嘅出現，F1 喺今日可能真係唔會咁成功。
當年全靠佢將 F1 正雙分立，避免 FIA 獨攬大權，同時電視轉播權包裝成完整一季，唔再逐場出售，收翻比賽製作權，設立自家製作公司 M&TC Media and Technology Centre， 統一直播質素，引入計時排名系統 Radio 即時轉播，車手 onboard cam 呢一啲全部都係 Bernie Ecclestone 嘅主意嚟嘅。Liberty Media 自從2017年賽季接管 F1 之後，隨即解禁車手、車隊上傳影片到社交媒體嘅限制，並喺2018年推出由 Wieden Kennedy 倫敦分部同埋法國獨立字體設計師 Marc Renaud 共同設計嘅新 F1 logo 同 graphic 用字，同時亦都邀請荷里活電影配樂大師 Brian Taylor 創作出今日依然用緊嘅 F1 官方主題音樂。此外，都推出咗提供獨立 onboard 畫面嘅串流服務平台 F1 TV。然後當然仲有喺2019年首度同 Netflix 合作推出 DTS Drive to Survive。2023年親自投資主辦拉斯維加斯大獎賽，2025年季初舉辦 F1 75大型拉花發佈會，當中邀請著名娛樂創意策劃公司 Brian Brunk Creative 以及1826負責統籌。2023年游說 FIA 同各大車隊允許 F1 The Movie 嘅劇組成員進入賽道內進行拍攝。2024年收購 Queen Events 收回呢個 F1 VIP 區域嘅管理，並同 Gordon Ramsay 合作推出 Gordon Ramsay 嘅 F1 Garage 套餐。2025年6月 F1 The Movie 正式推出，並且成功同 LEGO、LV、迪士尼等大型品牌合作，從而成功喺2026年令全球車迷總人數增加至 8.31 億，女性車迷喺新車迷佔比中高達 75%， 目前佔全球車迷總人數 42%。此外 F1 亦都全面年輕化，目前35歲以下車迷佔比高達 43%。巴西電視直播觀看次數較2025年多出5倍，意大利就增長 27%。另外，上海大獎賽入場人次亦都累計超過23萬，創出近20年嚟最多人入場嘅紀錄。而且根據一個叫 F1 Fan Voice 嘅車迷意見資料搜集平台統計嘅數字顯示，認為今年上半季比賽屬於良好以至非常精彩嘅車迷高達 66%， 比起上年嘅 60% 高出 6%。但係咁樣係咪真係代表 F1 好成功呢？F1 現任 CEO 兼主席 Stefano Domenicali 自今年開季以嚟就不斷強調 F1 冇問題，大部分車迷對新規則非常正面，甚至更加講到新賽車變到點差根本一啲都唔重要，比賽變得緊湊咗，爬頭變多咗咪得咯。並認為除咗某啲傳媒小部分嘅車迷之外，根本冇人關心架車而家係點差。仲話喺Turbo引擎年代，賽車都係要慳油嘅，當年大家都冇咩怨言。但係當然啦，如果 F1 真係冇問題嘅話，就唔使單喺賽季嘅第4集啲臨急臨忙要去改例，將排位單圈最大允許回收能量降低1個 megajoules。Super Clipping 前嘅峰值功率由250 kW 變成350 kW， 然後又唔會50用咗半年都未夠就宣布下年可以轉做58-42， 2028年變成60-40。而喺匈牙利站之後嘅星期三，Domenicali再度發功，向傳媒表示 F1 目前嘅狀況非常理想，新舊車迷對呢項運動嘅認同都達到歷來最高嘅水平。更加講到佢認為車迷唔需要了解賽車背後技術細節，甚至需要簡化提供俾車迷嘅資料。冇人會在意你係點揸車，大部分觀眾真正關心嘅係比賽多唔多爬頭。我同意，確實有一部分車迷非常關注呢啲技術資訊，例如電池能量、部署、圖表呢啲資料確實非常重要。但我喺星期六同 George Lucas 進行咗一場關於新一代車迷點樣睇 F1 嘅討論，佢嘅意見令我哋更加明白，我哋需要更加簡化一啲嘢，因為好多車迷並唔了解賽事背後真正嘅技術原理，佢哋真正想睇嘅係賽道上嘅爬頭畫面。簡單啲嚟講即係有車就睇，其他嘢你冇義務去理，甚至連 DRS 都搬埋出嚟講。就好似當年 DRS 啱啱推出嗰陣一樣，有唔少人會問，如果開 DRS 就爬到頭，咁比賽仲有啲咩意義？呢啲可能就係 Liberty Media 管理 F1 下嘅作風啦。Domenicali 同 Bernie 一樣都係 F1 CEO， 但係當年2014年時任 FIA 主席 Sean Todd 為咗吸引平治、法拉利、雷諾等廠隊繼續留喺 F1， 而堅持將原本嘅 V8 引擎改成研發技術可以用喺民用車上嘅 V6 Turbo Hybrid 引擎。而由於呢一款新引擎引進咗 Turbo 以及 ERS 能量回收系統，大量廢氣能量被回收轉化成電力，從而令引擎所發出嘅音浪被大幅降低，聲音變得好似鏟草機咁。然而 Bernie 喺第一站澳洲站之後隨即公開表示對電視機畫面上 F1 嘅引擎零聲浪感到驚訝，
事實呢一啲根本唔係賽車應有嘅聲浪 ，F1 唔係環保實驗室，而且架構複雜、成本高昂，甚至以如果車迷因為引擎冇聲而唔願買飛入場，將會代表商業權利持有人起訴 FIA 違反合約。隨後 FIA 喺壓力底下裝咗一個 Megaphone 擴音裝置喺平時賽車嘅排氣管尾部進行測試，但後來裝置效果一般，而且擔心淪為笑柄，所以並冇喺比賽中落實。最終喺2016年 FIA 通過修例強制賽車必須使用獨立嘅 Wastegate Tailpipe， 先令到引擎聲浪稍為提高咗幾分貝，暫時塞住咗 Bernie 把口。反觀2026年或者同當年負評累累收視大跌唔同嘅係 F1 因為喺近年 F1 電影推動下而令越嚟越多人入坑。由於佢哋唔知道改例前嘅 F1 係點，見到嘅淨係比往年更加多爬頭，比賽更加緊湊，完全忽略咗學艾朗素話齋呢一啲爬頭只係為咗避開撞上突然間斷電嘅前車而作出嘅避車舉動。可能呢啲就係 F1 商業化帶來嘅壞處啦。今日你因為唔滿意新規則而去坑，聽日又會有另一班睇完 DTS 嘅人入坑，而當米利卡連呢一啲身處高位嘅人又會單憑入場人次、電視收視以及 Paddock 入邊邊隊打邊隊都唔知嘅大老闆嘅意見嚟自己欺人，以為 F1 好成功。然後再走出嚟講，只係啲着重細節嘅車迷悲觀啫。佢所見到嘅係50-50帶嚟嘅好處。咁今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大家又覺得 F1 商業化對 F1 呢一項體育運動係好事定壞事呢？如果俾你哋揀，你會想 F1 好似以前咁，連 social media 都唔俾人用，定係好似而家咁，你知我知，大家都知 F1 有問題，但係依然以入場人次多咗、收視持續上升嚟掩蓋一個核心問題呢？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